这大公社，然后读公界的公社啊，大公社，嘿，大校大公界都对哩，国语是拢读社。嘿，我清大历史系毕业的，我读南华宗教所毕业的，我即马网络社会服务啦，网络电视台啦。真尊敬，真尊敬。感恩啊！安尼遮里长呢？我毋是里长啦。是，感恩啊！啊，遮大家族姓单啦吼。阮就姓单。感恩啊！法官就是你的阿兄哥呢。阮阿伯啊。恁阿伯做法官无简单，做遐尼，迄大人才做法官。已经就伫咧东河宫的边仔呢。永和寺的边仔。无，毋是伫边仔，等下你行对遐第一逝我倒手入去，你就看着。阮就住伫遐。安尼迄个孙木祥，你敢知？孙木祥。木祥安尼毋捌听。谢。我囡仔我无住伫遮，我住伫高雄。你住高雄的吼。我爸爸第二个，我爸爸会计师啦，我爸住。会计师就变啊，你爸爸的。恁爸啊做甲法官，恁爸爸做甲会计师，无简单。这几岁的大人物咧，姓单的。出了人出了做法官啊，出了会计师足牛的。段先生，你有公家头，食公家头路呢，段先生。伊起厝咧安尼这老厝阮你起。加正牛高速公路高铁。甲请教一个正式服侍安祖安祖阿里母，敢有称呼做阿里母祖的？阮会使称呼做阿里祖。应该是中是阿里祖啦，应该是我是无甲伊完全100%中是祖。祖应该是包包母的哩。其实祖嘛是会使查甫查某拢。是啊，祖包包母。平埔族照顾应该是母系社会。原来是安尼啦，这无太多拢无想到母系社会啦，所以讲阿里母，是母系社会。这重点有了对，赞。阿里母因为母系社会所以讲较会安尼啊。是，猪头壳它会三个，一般的公界拢2分尔。干嘛呢？我别位我就毋捌去过，我就知影。拄仔看白公社2个猪头壳呢。佫有竹啊咧对。猪头壳人白公社遐佫有插迄个做青青的竹泽兰呢。遮敢有咧插？讲初15爱插，爱换新啊。自初15就有较特别的啦。是啊。毋是，阮9月初5留。农历9月初4应暗几点开始？就早就开始啊。毋是11点才算。对，迄阵开始表演节目啦吼。表演节目，迄毋是夜祭哦。夜祭啊，迄就是夜祭啊，迄就节目啊，吼。夜祭为主啦，表演拢伫咧定遮呢。平时人潮来，差不多9月初4，这时啊就拢人潮啊。这时就拢有人来，是。阮嘛有开游览车来啊。有啊。敢有请原住民来跳舞？阮种因就有迄个囡仔有团啊。原来是啊，你跳的是跳平埔族的舞啦吼。对。毋是迄个高山族的吼。毋是。是平埔族的原住民。另外，迄种语言，语言即摆已经因为较早无文字，无人记载啦。啥物意思？即摆嘛也佫无啥人知影。是。有咧前曲是大家举行的呢。对，拢。歹势我讲鞋讲前曲。无要紧。遮较无紧，内底就爱穿鞋啊，后尾就爱穿鞋啊。空气伫遮定恁遮啦吼。爱围偌大位？爱围开爱围偌大个？遮安尼就够嘛。敢着爱120个围？差不多啦。120个围，安尼最好拢爱穿乌裙白衫呢。无，阮查甫的。有最好个。查甫有查甫的最好。迄最好含迄个高山族，会色要较差不多啦。真正真诶平埔族的呢。迄平埔族其实是迄阵走了较山顶，较下底安尼尔，无嘛是拢差不多嘛。原来是安尼走较山顶较无走去山顶安尼差不多啦。含荷兰就人郑成功因来的时阵，战争的时阵，有诶是走较山顶，有诶走较无山顶安尼尔。是啊。所以讲因咧死诶差不多拢共款。
人咧研究讲，遮个祖先是迄个呢，咖喱小龙虾来的呢。经过啥物，就规重溪来起来。这嘛歹考究啊，迄个后一个迄个啥，迄族谱写讲是对印尼、菲律宾遐过来。印尼、菲律宾，其实阮遮人说，我含因遐人说，我有共款，这我有感觉，这真歹考究啊。有诶讲姓段诶，讲是伫迄个啥，迄个大陆迄个云南哦，云南那姓段诶，迄天龙八部还是啥物？就讲着咧段啥物意啊？足出名。所以迄种诶歹考究，因为姓段诶，因为这语言哦，都无文字记载。是。我想讲姓段诶，才会平埔族。西南嘛是有迄个哦。你像反正你嘛是足济，你像迄个姓潘是老山地人嘛，对不对？真诶哦，姓潘管迄个做北公界呢。姓潘原来。反正你嘛足济姓潘啊。姓潘足济。姓潘山地人嘛是足济姓潘啊。这迄种有一个脉络诶。是啊，人迄为皇帝属姓啊，属迄个汉族诶姓。是，有人有讲着讲属姓呢，属迄汉族诶姓。好，这正式，这边仔副色是后世孙策神啊吼，孙策神啊吼。我录一个要紧啊，爱跪咧拜啊吼，爱跪啊，双手合掌。是，感恩，这袂使举响诶啦。是，跪合掌安尼就好啦吼。这东河村诶大高人，这姓段，阿伯啊法官诶呢。因爸爸迄个会计师诶牛诶，这东河村诶牛人。是，拢会跪着吼，双手合掌安尼拜，无咧举响诶啦吼。这是安尼，敬祖先拜祖先吼。这算拢讲了，这拜祖先哦。是，啊哩个。讲有咧拜啥物太祖李老君敢有影？我听讲这个哪像拢讲老君。有太祖李老君。听你迄个先生毋知啥哩，伊讲有做131岁啊呢。迄个老先生讲一个人吼，高雄过来遮拢照3个一届安尼拜，爱拜3届哦。较早头爱用安尼，无咱拜3届，三行。讲迄个李老君，太上李老君显像我看到啦，穿白衫白裤车白马啦。还有咧传说无？真头有咧传说无？这我就较毋捌听过，因为我囡仔我毋是住伫遮，我住伫高雄。是，太上李老君讲显像我看到。好，足感恩诶。你安尼研究到遮来。谢谢啦。